飛啊，即係自己保住自己條命。咁但係問題係你抗流感咧就即係唔可以咁。點解咧？就話即係如果你同嗰啲其他嗰啲成個死亡疫症沙士比較，沙士嘅死亡率咧香港10%幾，都幾高嘅。咁啊，流感嗰個死亡率就相對低，可能即係而家睇面喺度都唔夠1%幾啊。咁啊，將來會唔會講未知咧？但係比沙士嚟講係低。咁但係咧就流感個規模係好大啊。咁啊可以即係睇一個即係短時間裏面啊。6至9個月咧，數以10億人感染啊，全球60億人。咁如果你60億人之中咧有10億人感染咧，都好大件事啦嚇！即係我哋喺前線嘅醫護咧都係即係疲於奔命啊。咁個情況之下，如果你話100個人99個都唔死，都唔係咩問題啦嚇。隨地到談財街噴嚇，咁你可以傳開去，因為唔死啊嘛嚇。咁但係問題就話即係如果係咁做嘅話咧。如果你有全球有10億個個案翻嚟香港咧，我哋仲有100萬個案咧，有1萬即係1萬個人咧都唔得啦。咁所以就話即係點樣可以減少嗰100萬個係咪咧？點樣能夠咧令到嗰個嚴重個案嗰1萬個唔好咁易出現咧？1萬冇大，沙士就係1755個案嚇，咁我哋都好慘。咁所以就話即係呢啲情況咧，就一定要。咁啊靠咩咧？疫苗嚟有啦嚇，我哋都希望人人都有，我相信。咁啊藥物預防又唔係好做得到，因為即係日日派一人香港人1粒藥就700萬粒，700萬粒政府嘅倉就有2000萬粒嚇，咁啊3日派晒啦，咁啊冇啦嚇。咁所以就話呢啲都唔係辦法㗎，咁即係始終都係靠即係市民即係自己。咁所以就話我都好有機會參與嚇，即係鞏固社區嘅網絡嚇。IT 人咧就做一個快速公路啊，4通八達啊，好神奇嘅真係，打個電話3-4日就出咗呢個網絡，冇錯啦，個討論區都已經可以結成咗型㗎啦，有得傾啊，係咯，咁咧啲專業人員咧就話即係ICN 咧好手嘅，即係你教人點樣打埋件事，環境清潔啦，屋企譬如話，我屋企人有人感冒，佢啲衫點洗咧嚇？我好驚喎嚇，係咪就咁淋啲妙白水落咧？點先得咧？啲碗筷係點樣咧？佢係咪就係準得匿間房度㗎？半步都唔准出嚟咧？諸如此類，打電話問功課定上網問功課？係啊，咁所以就係呢啲全部咧都係好有用，我哋發揮民間嘅力量，將一啲好實質啊、好有用嘅即係生活指南指引，點樣咧係安然度過呢個係即係 H1N1嘅疫情啊！咁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啦。咁所以我喺唔同崗位唔同嘅角色咧，都喺個網絡上面一點啦嚇。咁希望咧可以發揮作用啊，同大家咧係共度時間啊！多謝。